嚟到大埔墟站，我哋好快望下有啲乜嘢美食嘅鋪頭，大多數都係連鎖店。總數有16間，旁邊新達廣場有18間食肆。我哋由 A2 出口行去廣福道嗰邊，嚟到呢間日東餃子食午飯，由前米芝蓮師傅主理，有10款餃子，可以配自家製冇味蒸番茄薯仔魚湯。我哋叫咗2款嚟試，第一款係椰菜木耳鮮肉餃，餃子夠大隻，咬口夠爽甜，食得出新鮮味道。另一款係韭菜鮮肉餃，味道同樣鮮甜，米線好彈牙。跟住去大埔中心一帶行下，甜月係賣甜品糖水，中西式糖水、窩夫布甸都有。我買咗焦糖燉蛋。口感係偏向比較似啲雞蛋布甸多啲嘅，咁就唔係好甜啦。滑到底呢，就有啲焦糖味嘅，焦糖就好香啦，唔係好甜，幾好食。多多車仔麵嘅特色係有住家湯。昌運呢間雞蛋仔開咗22年，係我嘅學生回憶。佢哋款式真係好多，仲有獨家嘅冷糕。我買咗個原味，外皮脆，內裏夠軟有蛋味，保持水準。跟住去大埔墟富善街街市附近嘅安富道行街，呢度幾間菜檔都好便宜，選擇又多，乜嘢菜都有得賣。不同款式嘅飲品，價錢較超市便宜，亦有花店。好多菜都係10蚊2斤，好抵食。生果都有，糧油雜貨都有。做爺開咗8年，行到口渴，買杯椰汁解渴，無添加嘅天然椰汁，純正。呢檔有農家菜，當然要買嚟試試。大埔農家菜，開箱，本地木瓜，大大隻10蚊。農家菜心12蚊，好靚嘅。沙梨即場試食，係好多汁清甜，咁啊買咗2個，呢度就16蚊。農家菜開箱，煮熟之後好大碟，有菜心味，甜，值得推介。再 encore。我哋睇埋安富街其他店鋪，呢間汕尾家品店，大多數產品都好獨特，相信只有佢哋呢度先買得到。好似呢啲藤製品，好有特色，而且夠環保。
跟住呢間係紙紮鋪，仲有燒臘店，然後行到呢間麵包店，買咗手工酸種包同天貝脆片。Macy 烘焙產品開箱，第一樣呢係健康嘅手工酸種包，呢個係肉桂提子味道。第二款就係天貝，又係健康嘅零食。天貝就大大包50蚊，肉桂蘋果包，酸種人手製造，非常新鮮，即日做嘅，25蚊。好，而家呢，我哋一陣切開嚟睇下。老闆娘呢，好清晰咁介紹呢點樣去保存個麵包，貼埋張招紙喺度。佢話如果因為天氣潮濕，一定要放喺雪櫃嘅。純天然，無添加，冇防腐劑。Macy 肉桂提子酸種包，打開個袋，啲清香撲鼻，非常之香，肉桂味，聞到已經想食。肉桂提子包，都好高身。如果25蚊呢個價錢，真係物有超值嘅。切完總共有11塊，睇到呢個橫切面都係好健康包啦，每一塊都有提子。行到有啲攰，去咗隔離南盛街，田家雲南米線醫肚。田家嘅米線係正宗雲南進口，湯底不加味精，用豬骨同雞骨足料熬製，標榜食得健康。款式多樣，有小鍋米線，可以揀5種辣度，又可以加餸。定期推出新口味，小食都有10幾款。叫咗蟲草花手撕雞湯米線，同埋田家糯米線。米線爽口彈牙，蟲草花杞子雲牙呢個配搭夠獨特。雞肉唔鞋口，湯頭夠鮮，值得再試。另一碗撈麵，配埋肉燥，餃子好夠份量，好味道。好快就成碗食完。奶茶嘅茶味夠，唔會俾奶味搶晒，啱飲。醫飽肚之後，行去寶香街。呢度係賣自製乾果同雪糕。我哋買咗幾樣嘢試試。
堅果米脆夠脆，兩款都好味道，喜歡鹹食最啱。唔同味道嘅梅乾，獨立包裝，方便請人食。呢兩款閃炒豆係代替零食嘅最佳選擇，夠健康。兩款果乾都無添加物，食得放心。呢個都可以代替零食，有甜味同軟身。如果大家有時間，可以去埋附近嘅鐵路博物館。多謝大家一直睇到尾，請留言分享、點讚及訂閱。